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0月7日的迦南之声。我是于破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旅程，以真诚相待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18到21章，回顾过去我们所看的重点今天会放在19章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要谨慎，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要常常彼此关心，为别人的好处着想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。法国有句名言说，风雨中要像个大人，放晴的时候要像个孩子。别让生活的挑战阻挡我们前进的勇气，也别忘了在平稳的生活中保有孩童般的真诚。当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真诚相待，那这个世界将会因为真诚而永远灿烂。愿你也在这样特别的日子，想起如孩童夕阳天空般的你，努力做个 best person， 就是做个最好的人。当押沙龙的叛变被平息后，大卫他返回耶路撒冷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卫虽然见过一幕又一幕的虚伪场面，但是如今他因着基列人巴西来为他送行而深感安慰。苦难确实令人痛苦还叫人看到人性丑恶的一面，但苦难同时也可以叫人经历安慰，让人看到人性美丽的一面。上帝让人经历苦难的美与恶，是要叫人学习来持平地看这个世界，不要思想偏激。我们看到巴西莱他当时已经80岁，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列地，那里远离位于约旦河西的耶路撒冷。他是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富户，因此无论是大卫还是押沙龙做王，基本上都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与影响。也因此有人认为他当日在大卫落难时，拿各样食物和物资来接济对方，不单多此一举，更可能会惹祸上身招来押沙龙将来的讨罪。然而出于对众民的怜悯，他仍然尽心招待大卫还有他的随从。由此可见呢，他是一个有情有义，他是一个以真诚待人的人，他愿意善待别人，难怪上帝也恩待他，使他多福多寿，他能够平安的生活。此外呢，当大卫要回报他的恩情的时候，对他说：来，跟我一起渡河到耶路撒冷去吧，我会照顾你。但是呢，巴西莱他并不为自己求什么，还把服侍自己的仆人金罕送给了大卫做仆人。那我们看到巴西莱是一个正直公义的人，以真诚待人而不图回报。那我们看到人性的美，他的真诚善良是我们所学习的榜样作为一个
念恩报恩的王。我们看到大卫没有推辞巴西莱的请求，他看顾金罕，因此多年以后，金罕的家族仍得以在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安居。大卫过约旦河后，发生了一件小人争宠邀功的事。以色列人责怪犹大人邀请王回来，却没有先与他们商量，暗地里取了功劳。对以色列人的指责，犹大人以自己与大卫有亲属关系作为辩解，因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。然而呢，以色列人反驳犹大人，指出他们在上帝所拣选的12个支派中共占10个，另外2个支派则为犹大和便雅悯。所以呢，相对于犹大支派而言，他们与王的关系应该更深。犹大人和以色列的互争，起自于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向王来抱怨，为何犹大人暗暗送王和王的眷属，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，没有先跟他们商量。这样的争端实在是无谓之争。世人常常就是很少去做雪中送炭，却常常争着锦上添花，因此呢，就会使纷争来产生。当大卫落难逃亡之日，如果有人自认为是王的亲属，与王有十分情分，与王来同度逃亡生涯，同受羞辱痛苦，那才是可珍贵的。可惜这样真诚待人的人太少了。我们来思想，巴西莱他曾有恩于大卫，却不要求大卫报答他，他的表现带给我们什么榜样呢？我是否谨守自己的分际，在一般人汲汲营营之中，真诚地完成领袖的托付吗？还是玩两面手法，争功诿过，利用身份地位增大魔力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你的慈爱信实来待我们，即使是在我们落难的时候。现在主耶稣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待人有恩、关怀备至的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自高自大，而以爱和真诚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的言行举止带着爱和恩典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求你引导我们在困难和试炼当中保持对你的坚定信心，也让我们信靠你的带领，直到看见神你的同在和你所赐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与人有和睦，以真诚来待人，你也能够得到别人对你用真诚来相待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